各位班主任、老師、同學午安，我係方穎儀老師。今日想借部分班主任課嘅時間，向大家介紹一個活動。未開始之前，首先想有幾條聖經嘅問題，睇下大家知唔知道答案。問題一：成本聖經一共有幾多卷書啊？而新約同埋舊約分別又有幾多卷書呢？問題二：聖經嘅作者係邊個呢？問題三：你知唔知聖經有幾多個譯本啊？而唔同嘅譯本又有啲乜嘢分別呢？問題四：點解我哋要讀聖經啊？其實係希望喺聖經入邊揾到啲乜嘢呢？頭嗰三條問題其實都有比較客觀標準嘅答案，只要同學上網查一查，不出幾分鐘都會揾到答案。至於第四條答案都幾因人而異，有啲人希望喺聖經入面揾到安慰、前進嘅動力，又或者係迷茫嘅時候揾到方向，又或者出於好奇心，想知道呢一本咁多人睇過嘅書籍，其實裡面嘅內容係啲乜嘢嚟？喺呢度，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聖經珍貴嘅地方。請聽我讀出三段我想分享嘅經文。喺提摩太後書3章16至17節嗰度講到，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而喺馬太福音4章4節嗰度咁樣講，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着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最後一節經文我揀咗約書亞記1章8節，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以上幾節嘅經文點出咗聖經係神嘅說話，裡面蘊藏住真智慧、真道理，而多多學習聖經嘅說話對我哋係好有益處。喺下學期，宗教部將會舉行聖經閱讀計劃，由今日3月13號開始，為期大約3個星期，而內容包括新約馬太福音全卷，以及4寫代表人物嘅生平簡介。為咗增加計劃嘅趣味性，今年我哋繼續會聯同課外活動部喺4月3號初中嘅週會時段舉辦寫祭聖經問答比賽，而範圍係馬太福音第1章至到第13章，以及4寫代表人物。稍後課外活動部會聯絡4社選出代表，而有興趣嘅同學歡迎你哋主動揾社導師或者向社職報名。每個社可以派出3名嘅代表參賽，而台下嘅社員喺比賽當日，我哋亦都安排咗台下嘅答問環節，社員一樣可以為自己社爭取分數。稍後我哋都會安排簡介會，公佈比賽嘅詳情。好希望同學把握機會，由今日開始訂立閱讀聖經嘅計劃。除咗可以自己親身細味聖經嘅內容，得到益處之外，同時又可以為社增光，一舉兩得。而家我想請班主任將閱讀嘅材料小冊子分發俾同學。最後為大家送上一節嘅經文，
出自提摩太前書4章8節。因為操練身體益處還少，但是敬神對一切的事都有益處，有今生和來世的應許。聖經閱讀計劃由今日開始。今日班主任課宗教部介紹聖經閱讀計劃同埋初中寫祭聖經問答比賽嘅部分喺呢一度結束，將時間交返畀班房裡面嘅班主任同埋老師。多謝大家。